好，咁多位同學，今日同大家嚟講講《論人》呢一課書嘅一啲重點。《論人》、《論孝》、《論君子》就係12篇範文裏面非常重要嘅一課。咁經常都會考《論人》、《論孝》、《論君子》，所以今日會同大家講講一啲重點嘅。咁大家請記得呢5個字：禮、殺、狗、肉、食。我係用呢5個字重新排列咗一次《論人》裏面嘅幾篇嘅句子。一般嘅教育局同埋一般嘅教科書都唔會咁樣編嘅。咁但係我就將呢五段嘅文字咁重新咧就用禮、殺、狗、肉、食呢5個字咧重新編排一次，方便大家記啊。咁第一個禮就係克己復禮個禮，第二個殺就係殺身以成仁嘅殺，第三個狗就係不可以久處曰嘅狗，第四個肉就係人之所欲也嘅肉，第5個食就係無中食之間為人。其實肉同埋食係同一個段落嚟嘅，咁擺上去，咁但係咧我就夾硬拆開咗佢，咁就變成禮、殺、狗、肉、食。咁我哋就可以根據呢5個字去記憶論人嘅一啲重點啦。首先，克己復禮為仁。咩叫克己復禮為仁？裡面最重要嘅2個關鍵字係禮同埋仁。喺儒家思想入邊，仁係人格修養嘅最高品質、最高嘅標準，亦都即係我哋泛指嘅道德。所有嘅道德都可以叫做仁。如果真係要去細分咩叫仁呢？可以話其實係一種同情心。勉強好粗淺咁樣去解釋，可以話佢係一種同情心。而禮咧就係人嘅言行嘅規範，可以話同情心啊、仁啊係人嘅內在係人嘅內心，道德嘅內心。我哋點樣可以表達到呢一種道德出嚟？就係靠言行一種外在嘅道德規範。舉個例子，我嘅內心係好尊敬我嘅老師，係好尊敬長者，咁呢個係我哋嘅仁。咁我哋點樣表達呢一種我哋嘅尊敬嘅內心呢？可能就係靠外在嘅言行規範，例如讓座，例如講早晨等等。所以呢2種係一種咁樣嘅關係，係內在同外在嘅關係。點樣可以做到克己復禮為仁，克己一切嘅私欲，令到言行合乎禮，就可以達到仁啦。換言之，仁係個目的。而克己復禮可以話係一個嘅手段啦。其實個克字有幾個解釋嘅，咁但係我哋用考評嗰個意思就係克制自己嘅私欲。舉個例，我哋小朋友嘅時候好鍾意食嘢，好為食，就唔識得克制自己。但係我哋大個之後就識得克制自己，令到自己言行符合禮。喺飯台上面，我哋要克制自己嘅為食嘅私欲，我哋可能要將個雞髀讓俾老人家，讓俾長者，咁樣先至係合乎禮，去表達我哋內心對於老人家嘅尊敬。克己復禮為仁。顏回或者顏淵啊，同一個人嚟嘅，咁就追問啦，點樣可以實踐克己復禮為仁呢？實踐嘅方法係咩啊？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係不符合禮嘅事不看、不聽、不說、不做。我哋講要實行道德，要實行仁義，唔係話我哋一定要每日去做乜嘢。其實第一步係要我哋唔做乜嘢，唔係要我哋每日去扶婆婆過馬路，唔係要我哋每日出去做好事。第一步係要我哋唔好做壞事就 OK 㗎啦。例如一啲唔應該睇嘅嘢唔好睇啦，好似我哋喺考試測驗嘅時候唔應該出貓，就唔應該去睇一啲嘅貓紙。有人講一啲是非就唔應該去聽，一啲唔恰當嘅語言唔應該同第二個講，唔應該做一啲唔恰當嘅行為。如果一定要你去做一啲義工啊嗰啲，其實你就唔會做到，因為要你主動去做一啲嘢。但係人嘅最基本就係我哋避開一啲壞嘅嘢就 OK 㗎啦。最後仲有一句，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顏回就回答翻孔子啦。我顏回雖然咧唔係一個好聰明、好聰敏嘅人，但係我都會咧實行呢一番嘅言論。呢一個就係論人裡面嘅禮。殺，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志士仁人即係有志向同埋有仁德嘅人。呢種人嘅特性就係唔會為咗保存生命而損害仁德，相反會選擇拋棄自己嘅生命嚟成全仁德。用簡單嘅符號公式去表達，就即係生命嘅重要性係少於仁義道德嘅。呢個同我哋予我所欲也裡面講嘅非常之接近。予我所欲也入邊有講到，魚係我想要得到嘅，熊掌亦都係我想要得到嘅。同樣道理，生命係我想要得到，但係我所欲有甚於生，嗰個就係義啦。所欲有甚於生。咁大家會留意一啲，會唔會有一啲比較題呢？咁啊，可能出咗呢一個嘅予我所欲也，就要你喺孔子論人論孝論分君子裏面舉翻有接近意思嘅句子出嚟，或者主張出嚟。9，不仁者不可以久處曰，不可以長處樂。一個冇仁德冇修養嘅人，唔可以長期處於窮困同埋安樂嘅。點解呢？因為長期處於窮困，對於一個不仁者、缺乏道德修養嘅人，就會不擇手段去作奸犯科，擺脫貧窮；而長期處於安樂，就會驕奢淫逸，不思進取。所以我哋一定要做好我哋嘅道德修養。例如孔子喺陳蔡之圍、陳蔡之厄裏面就講到，好多弟子都問佢：點解你而家冇嘢食，做俾人圍住，仲可以咁安樂喺度唱歌嘅？孔子就話：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可以固守貧窮，因為佢有道德修養，所以即使面對貧窮、面對困境，佢都唔會用錯誤嘅方法去擺脫貧窮。相反，如果係一個道德修養一般嘅人，可能平時生活安樂，佢就會都遵守一啲規則咁樣。但係當佢一面對困境，可能就會思考用一啲非法嘅手段咧去擺脫貧窮啊。所以我哋會話衣食足知榮辱。一個人咧係有足夠嘅基本嘅收入咧，佢哋先至會有基本嘅道德嘅。如果一個人係冇基本嘅收入，連食都唔夠食嘅，佢好容易就會做一啲違反道德嘅事啦。仁者安仁，智者利人。仁者同智者有咩表現呢？仁者係因為實行仁係會心安理得而行仁，而智者就係知道實行仁德對自己有利，因而利用仁德。舉個例子，智者點樣知道利用實行仁德會對自己有利呢？譬如如果你扶婆婆過馬路，係咪會有機會俾人見到啊？俾人見到嘅時候就會俾人稱讚你啦。咁但係呢一種係咪真正嘅仁義道德呢？唔係，佢只係利用仁德去得到好處。咁好明顯，仁者嘅境界係比較高，仁者嘅境界高。兩個佢哋嘅行為都係有仁德嘅行為，但係佢嘅境界比較高，因為佢實行仁德嘅動機係好純粹，佢嘅動機就係為咗仁義。實行仁義會令到自己心安理得。街邊有個婆婆佢跌親，你唔去幫佢，你就唔心安理得。相反，智者利人，見到街邊有個婆婆跌親都會幫佢，但係佢好可能係因為知道咁樣做對自己有利，所以佢嘅境界比較低。境界比較低嘅原因，佢嘅動機係為咗利益。
我哋繼續睇落去。富裕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喺呢一度，孔子同意咗富貴係一樣中性嘅行為，追求富貴係中性。我去想賺錢冇錯㗎，呢樣嘢喺道德上係中性嘅，但係我哋要用正確嘅方法去得到佢。我想擺脫貧賤係中性嘅。個個都憎呢樣嘢㗎啦，係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但係如果唔用合乎道德嘅方法去做咧，我就寧願貧窮都唔去擺脫佢。呢度有少少似予我所欲也裏面中間有講嘅。如是人之所欲，有甚於生者，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為也？咁樣如果咧大家都覺得道德如果大家都覺得生命係最重要，就會為咗得到生命而不擇手段，乜嘢壞事都做盡嘅喎。君子去仁，烏乎成名。君子離開咗仁德咧，就成就不了君子嘅名聲啦。我哋睇睇下面，君子會點樣面對富貴同埋貧賤呢？佢係唔會利用唔正當嘅手段得到富貴或者離棄貧賤。離棄咗仁德咧，就冇辦法成就君子嘅名聲啦。君子係無時無刻都會堅守仁德嘅。最後一段，食。君子無終食之間為一。終食即係食完一餐飯，終係有終結，終結食飯即係食完一餐飯嘅時間咧，都唔會違反仁德嘅。造次必於事，顛沛必於事。就算自己遇上困境咧，都必然不會違背仁德。無終食之間係指一餐飯嘅時間，即係極短嘅時間。可能食一餐飯，我哋而家唔係食法國大餐啦，古人又冇啖好食嘅，食飯純粹係為咗果腹嘅。可能大部分時間都唔係食飯，係食啲餅啊之類麵團啊咁樣嘅嘢，可能幾分鐘就食完嘅啦。我哋不能夠用而家咧話我哋去飲幾粒鐘咁樣食一餐飯，唔係嘅。古人咧係食下麵包，即係當然唔係麵包係西方嘢嚟，即係食下啲饅頭啊咁嘅嘢。即係食個饅頭，一餐食一個饅頭要幾多時間？咪3幾分鐘咁，所以咧一餐飯嘅時間咧，即係極短嘅時間。説明仁者喺任何情況，就算係極短嘅時間，都唔會背棄仁德。即使係喺倉促、匆忙同埋困頓挫折嘅時候咧，都一定與仁德同在。呢一段其實係回應返無求生以害人，同埋有殺身以成仁。唔係回應呢度啊，係回應緊佢係任何時間都唔會違背仁德嘅，係講緊不可以久處曰，不可以長處樂呢一度啊。sorry 啊，點解咁講咧？因為一個仁者，就算處於窮困嘅環境，都能夠堅守仁德，就好似君子佢喺任何顛沛流離同埋窮困嘅環境都能夠堅守仁德一樣啊！呢一度咧係有一個暗暗嘅呼應嘅。好，咁有一啲嘅題目可能會問你仁者同埋君子，其實我哋唔需要太細分呢兩個概念嘅。咁但係仁者同君子咧有乜嘢嘅行事嘅方式係接近嘅咧？我哋可以用行事嘅準則、原則，行事嘅原則，我哋可以用原則呢個字去代替。行事嘅原則就係仁係最高嘅標準，任何時間都唔會離開仁德嘅。對於利益同埋仁義嘅看法，就係重視仁義，輕視利益，唔會為咗得到利益而損害仁義。待人處世就係注意自己嘅言行啦，待人忠誠，行為合禮，就主要係講緊嗰個叫做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啦。係，咁我哋大概就講到呢一度，大家記住論人嘅重點就係呢5個字：禮、殺、狗、肉、食。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溫習，希望呢條片可以幫到大家。拜拜。